小姐，好，请坐。好，我是在同你请教有关成人教育的问题无？好，请问你有特定想要了解的部分是无？我来入小學咧，考慮本期參加此學，我能得用乜嘅管道了解相關資訊呢？哇，人講竹愛嫩時熬，子愛幼時教，提早是來輔導此學當好。我同專接教育局同仁，請今年用電話同說明，請等下。好，小相王。真歡喜為你服務，王小姐好，請問你想了解非學校形態信仰教育嘅部分係無？嘿，我來準備愛入小學，請問愛楊順申請參加此項呢？我能列下信仰教育嘅申請基金線上法，是在土名路巷查詢台中市個人信仰教育申請。開審查名，到申請名站地圖註冊賬號後，是時得開始寫申請計劃書，同小朋友共下討論新學期嘅課程。小姐，攞嚟一個詳細說明，是生意，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唔該再來詢問。攞嚟。